嘅心情。如果從時間嚟講，今日嘅早上呢，應該係耶穌基督為世人釘死十字架上，並且埋葬了。一班嘅門徒四散，佢哋點樣去面對呢個受苦嘅基督、受死嘅基督，而又未進入嗰個慶賀復活嘅時間呢？佢哋點樣嚟到自處，嚟到去面對呢？希望透過今晚嘅聚會，我哋一齊嚟去一啲嘅思想。崇拜好快就開始，邀請弟兄姊妹呢都將我哋嘅電話請校到震機，或者你可以將佢熄咗，讓我哋今晚嘅崇拜可以順利進行。請起立，請聽嚟自上帝嘅宣召。約翰福音3章16至17節：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因為神差他的兒子到世上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請坐。喺呢段嘅時間，邀請大家可以閉上眼睛，我哋一齊同行耶穌釘十字架嘅一段嘅苦路。我會讀出經文，經文係嚟自馬可福音有一個古利奈人西門，就是亞歷山大和魯孚的父親，從鄉下來，經過那地方，他們就強迫他同去，好背耶穌的十字架。他們帶耶穌到了一個地方，叫各各他，翻出來就是髑髏地。拿沒藥調和的酒給耶穌，他卻不受。於是他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抽籤分他的衣服，看誰得到什麼。他們把釘十字架的時候是早上9點鐘。罪狀牌上寫的是猶太人的王。他們又把2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架，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那裏經過的人譏笑他，
搖頭說：哼，你這拆毀殿3日又建造起來的，救救你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啊！眾祭司長和文士也這樣嘲笑他，彼此說：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而聖烈的王基督現在從十字架上下來啊，好讓我哋睇見就信。那和他同釘的人也譏笑他。到了正午，全地都黑暗了，全地都黑暗了，直到3點鐘。下午3點鐘的時候，耶穌大聲呼喊：伊羅伊，伊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翻出來就是：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旁邊站着的人，有的聽見就說：看啊，他叫以利亞呢。有一個人跑去，把海綿分滿了醋，綁在蘆葦桿上，送給他喝，說：且等着，看以利亞會不會把他放下來。耶穌大喊一聲，氣就斷了，殿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對面站着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斷氣，就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還有些婦女遠遠地觀看，其中有抹大拉的瑪利亞，又有小雅各和約西的母親瑪利亞，並有撒羅米，就是耶穌在加利利的時候，跟隨他服侍他的那些人。到了晚上，因為這是預備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亞利馬太的約瑟前來，他是尊貴的議員，也是盼望着神的國。他放膽進去見比拉多，請求要耶穌的身體。比拉多詫異耶穌已經死了，就叫百夫長來問他耶穌是不是死了很久。既從百夫長得知實情，就把耶穌的身體賜給約瑟。約瑟買了細麻布，把耶穌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岩石中鑿出來的墓園裏，又滾來一塊石頭擋住墓門。事情係咪告一段落呢？當呢塊石頭滾下嘅時候，究竟門徒
帶住一個咩嘅心情去離開耶路撒冷？呢種嘅心情會唔會又係好似我哋今日有相似嘅心情？紀念主嘅受苦之後呢，我哋點樣嚟到面對前面嘅處境？讓我哋一齊嚟禱告。神啊，我哋今日嚟到去回憶你昔日為我哋所走嘅苦路，你所背負沉重嘅十字架，叫我哋今日成為何等樣嘅人？有呢份嘅恩典，有呢份嘅福氣，能夠喺你嘅面前嚟到去紀念，嚟到去敬拜。主啊，求你紀念我哋當中軟弱嘅人，求你紀念我哋當中失意嘅人。你藉着你嘅苦難與我哋同在，你係嗰位受苦嘅主，你明白我哋嘅痛苦，你體恤我哋嘅軟弱。因此，主啊，我哋今晚嚟到聚集，我哋放低世事，要單單紀念你嘅死，單單紀念你，單單紀念你，願你悅納，聽我哋嘅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正當那日，門徒中有2個人往一個村子去，這村子名叫以馬忤斯，離耶路撒冷約有25里。他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正談論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不認識他。
佢更加係嗰位素來所盼望要救贖以色列民嘅嗰一個。但係最大嘅難題就係耶穌釘死喺十字架上。耶穌嘅死係門徒前所未遇過嘅打擊、傷痛同埋危機。換句話講，佢哋過去所投靠、佢哋所託付嘅都好似落空咗。耶穌係佢哋整個民族嘅盼望，但係祭司長同領袖竟然將佢交出去，被判死刑，釘死喺十字架上。經歷一個重大傷痛嘅門徒，當佢哋見到耶穌親自走近佢，同佢同行，但係佢因為眼睛嘅困乏嘅限制認唔到佢。呢種嘅崩潰可能就代表住佢哋舊有嘅信念，佢哋舊有嘅價值，佢哋所擁抱嘅信念同價值都一下子被否定。因為耶穌嘅死，一切都冇晒。佢哋過去所信嘅承載力已經唔再有效，佢哋唔再認得出耶穌。各位弟兄姊妹，門徒嘅受用會唔會都係我哋嘅寫照呢？舊有嘅系統同制度突然間變得好似支離破碎。現代嘅科技帶俾我哋健康嘅保障，原來冇我哋想象中咁可靠。面對好多匪夷所思嘅理論觀點，我哋都會感到不知所措，好似跌入深淵嘅一樣，好似呢班嘅門徒，佢哋眼睛被蒙蔽一樣。邊一度係出路呢？邊一條路先係正路呢？求主耶穌嚟到叫我哋從恐懼入邊嚟得到釋放，從疲累入邊可以重新得力。求主照亮我哋嘅心，讓我哋能夠再一次認識、發現你是誰。當初的盼望似粉碎，鬥志與信心都失去，漆黑裏繁星也在流淚，沒路窮途怎去面對？當初的盼望似粉碎，鬥志與信心都失去，漆黑裏繁星也在流淚，沒路窮途怎去面對？想起他往日的應許，我慨嘆到底你是誰？灰心叫人早已極疲累，像墮進深淵裏，回想到他正悄然釘碎十架時，留低了我在夜裏四面沒靠倚，空虛的光陰永不休止，
一顆心給敲碎了，存活在沒意思。當我緬懷初次遇見時，曾充滿盼望地說，這就是救主。上帝請傾聽我懼怕懷疑，請保守我的心智，請施恩開啟我眼，明白你故中的美意。回想到他正悄然釘上十架時，留低了我在夜裏四面沒靠依，空虛的光又永不休止，夢想通通給流放絕處，一顆心給敲碎了，存活在沒意思。當我緬懷初次遇見時，曾充滿盼望地說，這就是救主。上帝請傾聽我懼怕懷疑，請保守我的心智，請施恩開啟我眼，明白你故中的美意。當我緬懷初次遇見時，曾充滿盼望地說，這就是救主。上帝請傾聽我懼怕懷疑，請保守我的心智，請施恩開啟我眼，明白你故中的美意。神啊，當我哋落喺軟弱、沮喪、懷疑嘅入邊嘅時候，求你讓我哋重新嚟到認識你是誰。你唔單單係以色列嘅救主，你都係我哋嘅救主。除去我哋嘅軟弱，開我哋嘅眼，見到你係真光，又讓我哋能夠去歡然奔跑你所為我哋預備嘅路。求你垂聽我哋嘅禱告，奉靠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什麼事呢？他們就站住，臉上帶着愁容。二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說：你在耶路撒冷作客，還不知道這幾天在哪裏所出的事麼？耶穌說：什麼事呢？他們說：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他是個先知，在神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屬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
而且這事成就，現在已經3天了。再者，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她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裏，不見他的身體，就回來告訴我們，說看見了天使顯現，說他活了。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裏去，所遇見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只是沒有看見他。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啊，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麼？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着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當人嘅眼睛睇唔清楚嘅時候，最需要嘅係咩呢？可能係重新恢復視力嘅方法。門徒睇唔見主耶穌，而好似16節所講，佢哋其實係肉眼睇一見嘅，但係佢認唔到主耶穌。原來我哋睇見主耶穌所必須嘅唔係一對健康嘅眼睛，而係相信，而係信心。所以耶穌對門徒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或者新嘅譯本話：你們心裏相信得太遲鈍了。當你哋嘅門徒落喺信仰嘅危機入邊，25至26節頭先嚟到記載，耶穌對佢哋話：無知嘅人，先知所講嘅一切說話，你哋嘅信心信得太遲鈍。基督唔係要必須進入或者受呢啲嘅苦難，然後進入佢嘅榮耀嗎？門徒嘅困惑係因為佢哋唔清楚、唔理解耶穌嘅身份，所以耶穌嚟到通過聖經嚟到教導門徒，佢從摩西同眾先知起，凡經上指着自己嘅說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受苦嘅彌賽亞先至係基督，呢個係舊約聖經嘅應許同埋預言。當我哋喺信仰嘅危機入邊嘅時候，神藉着佢嘅道同我哋同在，神會藉着佢哋嘅聖言嚟去提醒我哋，唔好被眼前嘅困難阻擋我哋嚟到去認識佢。神要藉着佢嘅話語，讓我哋去重新發現佢嘅真實，佢嘅同在。對西沙嘅弟兄姊妹嚟講，神話語嘅同在係咪都嚟到為你帶嚟安慰呢？過去我哋點樣去盡力認識神嘅話語呢？可能喺疫情嘅底下，我哋有咗好多唔同嘅限制，但我哋都係去努力，用諸般嘅方法嚟到去繼續去親近神，繼續嚟到查考話語。我哋點樣可以認識佢呢？可以喺崇拜嘅入邊，可以喺你嘅讀經嘅生活入邊，可以喺團契嘅查經入邊，可以喺教會嘅查經班入邊，亦都可以喺教會或者網上唔同嘅聖經嘅講座嘅入邊。我哋曾經喺邊一個嘅場景與神嘅話語嚟到相遇呢？有一位嘅神學家叫做唐慕華，佢喺一本嘅書裏面呢，佢咁樣講，佢話我哋呢要喺崇拜嘅入邊呢，被上帝殺死，被佢嘅話語嚟到殺死我哋。
叫我哋能夠可以重新嚟到去正確咁樣去敬拜。我哋有冇被神嘅話語嚟到去殺死、致死我哋嘅舊我呢？聖經冇提及我哋一個咧可以非黑即白、一個罐頭式嘅答案。我哋更加知道聖經佢唔係百科全書，去解答我哋人生一切嘅困難，冇為我哋咧提供一個即時急救嘅答案，但反而神喺佢嘅說話入邊，神常常都會去顛覆我哋，叫我哋反思我哋嘅自己係咪真係認識佢嘅作，定係用咗佢嘅說話嚟支持自己嘅心意，支持自己嘅夢想，支持自己所做嘅事情。神今日嘅要求要我哋呢，以佢嘅話語嚟到睇翻今日嘅新嘅時代、新嘅世界，嚟到跟隨佢嘅步履前行，喺佢嘅同在嘅入邊走過一個又一個嘅張力同埋掙扎。我哋今日能唔能夠覺察主嘅愛嘅同在？雖然我哋有時落喺信心嘅低谷嘅入邊，有時可能落喺我哋犯罪嘅光景入邊，但我哋深信神依然愛我哋，並沒有嫌棄我哋信得太遲鈍，讓我哋嚟到翻到佢嘅聖言嘅入邊，甚至在佢嘅道同我哋同在，去為我哋眾人受苦難，進入榮耀，彰顯佢嘅愛。愛就是生活轉為一，就是可限制，無地位權勢。愛就是主生在猶大，為牧長醫治。就是主降世成就大事，因愛賜世人生命福氣。愛就是主流血捨身，妙愛臨到我這罪人。就是生活轉為一，是我能領受主慈愛豐厚。愛就是主為我受死，我曾多罪行，主把我救起。愛就是耶穌由高天下來，向我獻賜愛，是何等實在。愛就是主經此深入，了我臨到我這罪人。
主降世成就大事，因愛賜世人新生命福氣。愛就是耶穌由高天下來，向我獻慈愛，是何等實在。愛就是主經此心一了愛，臨到我這罪人。現在有一段時間，讓我哋個人嚟到去向我哋嘅救主耶穌嚟到去禱告。我哋感唔感受到佢愛嘅同在？佢藉著佢嘅話語、佢嘅寶血、佢嘅生命嚟到救贖我哋。讓我哋嚟去回想神嘅救恩，我哋親自嚟去禱告，去承認我哋嘅過犯，尋求佢嘅赦免。讓我哋同心禱告。神啊，你愛嘅源頭，你更加喺聖經裏面讓我哋知道，神你就是愛，因為你嘅愛嚟到恢復我哋成為一個有愛嘅人。從前我哋只求愛自己，唔識得愛你，唔識得愛人。但主啊，你竟然將呢個匪夷所思嘅恩典要賜俾我哋。當我哋今日落喺一個嘅困難、一個嘅挑戰入邊嘅時候，我哋好容易冇咗愛，我哋好容易以別人為我哋嘅仇敵，我哋好容易進入一個嘅戰鬥嘅入邊。主啊，求你俾我哋喺你入邊重新體會你嘅愛，恢復我哋，叫我哋從你嘅身上去明白愛，你懂得愛。求你垂聽我哋嘅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行，他們卻強留他，說：時候晚了，日頭已經平西了，請你同我們住下吧。耶穌就進去，要同他們住下。頭先我哋聽經文嘅時候呢，都聽到哇有啲背景嘅聲音，我哋做得好細緻。去到呢個嘅晚上入邊呢，耶穌同佢哋門徒好快呢要分道揚鑣，佢哋就快去到以馬忤斯呢個村嘅入邊。雖然佢哋呢沿途未能夠去認識或者認出啊，呢個向佢哋解釋聖經嘅嗰個就係耶穌，佢哋唔明白主嘅復活，佢哋仍然喺嗰個受苦嘅基督、受死嘅基督嘅嗰個嘅印象嘅入邊。但呢班門徒呢，呢兩個門徒呢，都係好好客，佢哋主動嚟到去邀請耶穌嚟到去同住，同埋同佢哋用餐。接待客旅其實係以色列人其中一個好重視嘅傳統，特別你嚟到去接待一啲嘅陌生人，善待外人，同埋愛護寄居嘅人，
所以殷切款待係基督信仰一個好重要嘅特質。聖經裏面去提到款待嘅教導，主要有兩種。第一種就係對客旅同埋對陌生人嘅愛心接待。第二種就係弟兄姊妹彼此之間嘅愛心款待。呢兩位嘅門徒，佢似乎係好敬虔嘅以色列人，因為佢哋好盡力嚟到去殷切款待呢一位佢哋眼中嘅陌生人，因為佢哋認唔出係主。但係人嘅愛心其實好容易因為各種嘅原因會變得冷淡，可能係因為資源嘅缺乏，可能都係因為過往嘅受傷嘅經歷，以至我哋咧好首先用咗我哋好熟練嘅價值或者眼光去判斷咧，嗰個人其實值唔值得我幫呢？其實嗰個人做嘅嘢有冇效呢？要我幫佢呢？甚至為我幫咗嗰個人，佢有咩回報俾翻我呢？我哋咧計算嘅速度咧快過計數機嘅，但事實上我哋所款待嘅人並唔一定係能夠回報我哋嘅，但佢哋可能係上帝賜俾我哋嘅天使，要培養我哋嘅愛心嘅。我哋所接待嘅客旅入邊，有啲人可以好似上帝嘅使者咁，將神嘅信息去賜俾我哋嘅，亦都係成為我哋去學習愛心功課嘅一個嘅使者，甚至使我哋施比受更加有福嘅。當我哋以為我哋款待緊其他人嘅時候呢，其實原來我哋都係被上帝所款待。我哋曾經不經意服侍嘅人，可以都反過嚟成為接待我哋、服侍我哋嘅人。甚至耶穌基督對我哋嘅款待係一個極大嘅款待。我要喺約翰福音14章1至4節嗰度，耶穌話：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早就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哪裏，你叫你們也在哪裏。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弟兄姊妹，試問我哋有邊一個可以配得耶穌為我哋受苦、付出生命，甚至賜予我哋神兒女嘅名分呢？但係主耶穌佢冇按我哋嘅成就嚟對待我哋，佢反而去親自款待我哋，去以佢嘅受苦、佢嘅生命嚟到去款待我哋，以至我哋今日要紀念佢嘅受苦。呢位嘅救主款待所有接待人嘅，同埋被接待嘅，叫我哋都喺佢嘅恩典底下成為有福嘅人。當我哋因着款待而不足嘅，呢位豐富嘅主係會親自嚟到以佢嘅信實嚟到將我哋所需用嘅供應俾我哋，佢係值得我哋常常仰望嘅。
你心是否困倦，且收返眼前一片黑暗蒙暗，只要仰望主走得光明，生命變得自由豐盛。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上死變顯為虛空。主已從死亡進入永生，我們當跟隨主不遠，罪惡權勢不能再限制，因靠主必得勝有餘。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上死必然顯為虛空。救主的應許永不改變，全心信靠萬事安穩，快快轉入他全備救恩，是凡信者不證沉淪。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上死必然顯為虛空。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上死必然顯為虛空。到了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認出他來。忽然，耶穌不見了。兩位嘅門徒好想做呢個東道主之誼呢，請耶穌嚟到作客喺屋企嚟到一齊用餐。但係邊一個先係主？邊一個先至係客呢？呢兩位門徒主動留低耶穌嚟到去同住同埋用餐，不過耶穌反客為主，將一餐平常嘅晚餐轉變為主嘅餐。耶穌攞起餅祝謝，擘開遞俾佢哋。喺呢個時候，門徒嘅眼睛終於嚟到睇見，佢哋認出係佢哋嘅主，但係主耶穌卻瞬間消失。
門徒從唔認出耶穌到認出耶穌，整個嘅過程喺主餐入邊嚟到去發生。主餐係提醒我哋嚟到紀念主嘅受苦、主嘅死。攞起餅，祝謝，擘開，遞俾眾人，係耶穌嚟到將生命毫無保留捨棄。每次當我哋守主餐，都係提醒我哋嘅主為我哋嘅罪捨命，恢復我哋能夠可以認出佢嘅作為，發現我哋生命需要主。主角唔係我哋，讓我哋喺主嘅面前一齊去放低自我、自義，以致我哋可以傾心吐意嚟到向主話：主啊，我是個罪人，得罪了你，得罪了人，求你赦免。同啤同杯同領，同分同享同情，在此刻看望救主基督賜下糧餅，上天下海，身體奧妙擘開，臨在上帝恩典吃下賜力氣，同餅同杯同領，同一同生同死，十架高掛下，血水分開，每滴流出，會傾我心，杯中紀念救恩，承受罪債，感恩喝下永念記。同餅同杯同領，同擔同悲同喜，在主餐裏面，破碎肢體眼淚流乾，用分勸灑，生出遍地野花，重拾力氣，艱苦卻仍覺甚美。難解難分難見，難得難捨難棄，在主家裏面，仇恨放下，再沒離開，舉杯擘餅，彼此結連為神，聯合上帝，一位聖靈作活證。
這親建立，紮根基督救贖群體，合一教會，飲於永活救恩，祈求上帝施恩賜熱愛造藉，為主為首為死，為他為一為盼，重燃這盼望，赤子之心眼淚仍可立志盟誓，堅守聖道至死。